喺屯門火車到站嘅月台廣播，郊野公園裏面嘅雀仔叫聲，一家大細燒嘢食嘅歡聲笑語，交織成一首獨特嘅生活樂章。而我哋樂康軒就係呢首樂章嘅守護者，用我哋嘅專業同服務，為每一個家庭帶嚟健康同安心。當屋企人有需要，大家總會想揾一個最值得信賴嘅幫手。今日嘅故事就由位於屯門安定村愛定商場 N 區2樓 N224號鋪嘅樂康軒開始。喺呢度返工，每日都會遇到唔同嘅街坊，聽到唔同嘅故事。就頭先啫嘛，有位小姐入嚟鋪頭，佢話上網睇到我哋嘅評分有成4.7分，而且口碑好好，所以想嚟了解下耳掛式助聽器嘅價錢。我好多謝佢嘅信任，但都想了解多少少用家嘅情況，因為助聽器有好多款，最重要揀到啱用嘅。客人話佢爸爸一直都有用緊，但係成日都有嗶嗶聲，搞到個人好煩躁，甚至唔願意戴。我聽到之後就話俾佢聽，其實啲嗶嗶聲係助聽器嘅聲學回歸，係一個好常見嘅情況。然後我就同佢分享咗幾個會出現呢個情況嘅可能性同埋處理方法。第一，可能係個耳塞冇戴實，漏聲造成回音，可以提醒爸爸要將耳塞塞入啲。第二，可能係啲耳垢塞住咗耳道，導致聲音反彈，要檢查下爸爸嘅耳道係咪乾淨。第三，可能係耳塞嘅尺寸唔啱，太鬆會漏聲，要考慮換個新耳塞。我建議佢可以先試下呢幾個方法，如果情況持續都係咁冇改善嘅話，先再考慮買一個新嘅。過咗幾日，佢返嚟搵我，話我知將耳塞塞入啲真係有用，冇再出現 VV 聲。佢係咁話好多謝我，就算佢冇喺度買嘢，都分享咗咁多專業嘅知識俾佢。喺樂康軒，我哋希望唔只係提供有用嘅產品俾客人，更多嘅係去提供真係幫到客人嘅服務。樂康軒嘅宗旨就係用專業知識、無私嘅服務精神，同一份將心比己嘅真誠，實實在在咁為你嘅健康分憂解難。